来看一站山区意外消息，有一队6个人的登山队是趁这清明连假去花莲爬山。昨落山半中路要过六溪的时阵，一个姓翁的女性却是去河溪水冲去。昨暝伫咧水尾找到人的时阵是已经死亡啊！这个登山队是并无申请入山许可，依法爱开发。搜救人员到镇跋山友的遗体，顺河道向山脚撤离。花莲县消防局初5下晡3点外接到报案，有一个姓汪的女山友，当日下晡点外渡过六溪的时阵，无细日触倒，互串流溪水冲走。消防局马上出动搜救，当日暗时8点外，伫溪尾找到女山友的遗体。由下游约6公里处向上搜索，约晚间8点于河道中央发现搁浅溺者，已明显死亡。消防局表示，这爬山队是6个熟悉山友组成，这摆清明节连假要爬玉里山、倒溪山顶中级山，因车山为倒溪爬山口入山，测试攻顶玉里山了后，车国准备为瓦拉米登山口来入山，最后煞伫最后一日出意外。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发现，这几个山友拢无申请入园，目前在调查清楚因的爬山路线。我们现在要厘清它的路线是不是有没有进到我们的生态保护区来。如果你进到我们这个南安瓦拉米步道里面的话，超过嘉兴，我们有一个生态保护区的一个界限。如果你要进到那个区块，你就要办理我们的这个入园证。除了生态保护区爱申请入园，爬玉里山甲倒溪山也爱申请。花莲县消防局初步发现，这爬山队也无申请入山许可，后续会照花莲县登山自治条例移送主管单位裁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